到了早期客家农村的生活，勤朴俭实，他们把稻草拿来制作成草绳。那么借由一台打绳机，大伙要合力帮忙，一条草绳可以承坐100公斤的重量，那么可以拿来做各式各样的运用。年长者把老祖先的生活智慧，现在也积极的传给了下一代。新竹南埔这间庙前聚集了许多村民，准备要制作草绳。大伙同心协力搬来这一台打绳机，打从100年前发明问世，没有它无法制作草绳。而家哋啊，呢條位古董嘅，而家都係舊屋滾梳啊，養狗啊，打掃嘅。晒过的稻草是主角，一人转动打绳机的转把，一个人抓住绳尾，另外一个要负责添加稻草，3个人合力一步一步慢慢来。早期农村勤俭刻苦，那年代可没有塑胶，而是使用黄麻或稻草制作绳子，优点是环保耐用。就在这过程中凝聚家庭向心力，也是延续客家生活技艺的一种方式。因為冇辦法，佢冇嘅東西。全部用呢一種嘅東西去用，又見呢下現在嘅科學化，它是用呢個塑膠去用，包完呢，你講。有鉴於這一項技藝逐漸失傳，年長者把老祖先的生活智慧傳給下一代。一條草繩逐漸成型了，前一秒還是稻草，下一秒變成了堅固的繩索。草繩達人莊千達透露，這草繩可以承受100公斤的重量。他立刻搬來了幾塊木材，用繩索捆綁，不花錢，輕鬆搞定。而這就是客家人勤儉的本性。睇埋日本黃金燒日本嚟嘅，全部用呢一種滾梳拍香啊，當廚香啊，全部用呢一種滾梳。那做差唔多就2年。眼前这些上了年纪的村民童心未泯，把草绳当跳绳了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笑声回荡在耳边，不花钱就能得到乐趣。他们发挥创意，把草绳编织成一条蛇，吸引目光。上一辈流传下来的技艺，编织出客家人的生活趣味。一捆稻草，一条草绳，维系着童年记忆，承载着先民智慧，100年传承，百金不断。勤俭客家人手作感动时刻。